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雅歌第6天的共读。昨天我们从第5章看到了第3首歌的洞房花烛夜，一直接到第4首歌在婚后产生了一些改变的线索。那这些线索呢，可见女孩子对于良人，对于她的另外一半的热爱还是非常的热切。但是这个男人或是他的良人怎么来回应呢？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6章，以及这个雅歌的第5首歌。雅歌第6章第1节，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你这个查某囡仔中上水的啊！你亲爱的去倒位？你亲爱的活转去倒位？阮通甲你做伙去找。第2节，我亲爱的就去伊的园，去清出香味的花园。伊伫园内饲羊，搁万百合花。我属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嘛属我。伊伫百合花中在饲羊。第4节，第5首，男，我的爱人啊，你水亲像得撒，可爱亲像耶路撒冷，威仪亲像亚大旗的军队。你的目睭毋通看我，因为画大我的心。你的头毛亲像规群的山羊，对激烈的山坪掉落来。你的喙齿亲像规群的羊母，洗前去对水泥爬起来。逐只拢生相生，无一只拍算。你的鬓边伫皮的内面，亲像擘开的射流，就是讲有60个王后，80个嫔妃，搁有算袂了的宫女。你是我一一顺传的婚照，是老母独生，特别疼惜的查某囝。查某囡仔看到，拢讲伊有福气。王后嫔妃嘛称赞伊。第10节，光彩亲像清早的光，水亲像月，灿烂亲像日，威仪亲像亚大旗的军队。迄个是啥人？我就去佛陀园，要看山国中的果子，看葡萄发芽啊未，射流开花啊未，不知不觉，我若亲像坐伫尊贵的人的马车顶。第13节，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跳啊，苏拉密，跳，世界来，世界去，互阮看你在跳舞。雅歌第7节，我们来看今天的第6章。那今天的第6章，是6章的1、2、3节，还是接续在前面的第4首歌。那这第4首歌呢，就是讲到这女子在夜间，然后呢，她已经准备要睡觉，可是良人新郎这个男子他的爱人呢来找她，所以他为她开门，开了门之后人不见了，他就外出寻找，结果被打伤，然后他向耶路撒冷众女子寻求帮忙。你的良人爱人是长什么样子？描述完之后呢，说这个就是他的样子，就是我最亲爱的同伴。好，那现在呢，耶路撒冷女子回应他说：你这女子中最美的佳丽，你的爱人哪里去？请告诉我们他往哪条路，好让我们帮你寻找啊。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可以看出呢，这个爱人呢，连自己的老婆都找不到，还要请人来帮忙找。好，那这个女孩子要回答，她说她到哪里去呢？她说我的爱人到自己的园子去了。那园子，如果我们把第4章这个洞房花烛夜的这个园子连接起来的话呢，这个爱人呢可能就是去到自己的园子去了。好，那就是到香花园，花床盛开着凤仙花，他在那里放牧羊群，摘采百合花。那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所罗门的话呢，就是他是好像是夜夜笙歌那每天呢都有不同的人在寻花在问柳，每天都在不同的园中在采花到这个在这边不是只有在自己的婚姻当中，
但是不见得是这个意思。好，但是我们可以随着这个歌的内容的意境呢继续看。但是这个新娘呢，好，也有可能只说，诶，她在她的园里面放牧哦，这个放牧放羊，好，那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联想的一个词哦。就是他在那边呃，在这边呃呃做一个仔细的观赏或是亲密的好的这个举动。但是呢，对这个女子来说，第三节，我的爱人是我的，我是他的，他在百合花丛中放牧羊群，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他在百合花中放牧哦。好，那这个在2章16节曾经出现过。那第二章第16节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在第二首歌，好，是这个女孩子在自己的家房间里面，男孩子穿上月领来，要邀她去外面的春天的情境哦。好，那这个时候讲的这一句话，好，现在呢，如果我们是按照婚后的这个剧情的版本来看呢，这时候再用这句话出来呢，好，是有一点讽刺，但是也是有点心酸。好，但是这是第四首歌的结尾。第四首歌就是在洞房花烛夜之后，好，那的这个新郎缺席的新郎的这首歌当中，但对女子来讲，她依然的很坚定，好，她不属别的人，她只属她的良人，好，那她也相信她的良人只属她，好，只是第二节呢，她的爱人呢到谁的园子里去呢？好，那这园子是谁呢？我们继续看下一首第五首歌哦。好，第五首歌由男子来开始，好，来这首歌的开始。亲爱的，你像得撒那么美丽，像耶路撒冷那么动人，像林立的军旗那么耀眼。那现在在形容谁呢？那如果我们把他这一首都看完之后呢，应该就是这个新郎、这个良人、这个男子回来了。好，那回来之后呢，哇，又来称赞他的妻子。好像德萨，好，德萨是这个在事件，好，以色列事件的东北边11公里的一个城市。好，当时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呢，北国的第一个首都就是在德萨。好，那但是在所罗门的时代呢，德萨是一个城市。好，那所以在分裂之后，他们才会看中那个地方。像林立的军旗那么耀眼啊，这个男子呢，好，对这个女子呢这时候应该都不是新郎和新娘了，好，已经不知道婚后多久的时间了。好，这个老公对这个老婆的称赞呢，好，还是看到她还是非常的夺他的眼目啊，好，不禁忍不住要称赞她像军旗那么的耀眼。第五节，移开你的视线吧，别盯着我看。你的眼睛使我慌乱，你的头发像一群山羊从基列山跳跃着下来。好，那如果我们还是单纯的认为说这是一个在婚前的相恋的爱歌的时候呢，好，那这个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相爱的当中，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好，但是如果呢，这是一个婚后的情境，好，这个新郎，好，这个老公常常缺席，他就会开始，好，你的眼神使我慌乱，好，他就会开始，呃，心虚，心虚，好，因为这个，老婆盯着老公的眼睛，好，光这个虽然外表一样的美丽，好，那她的头发一样的漂亮，好，因为这个在第四章好的第1到3节，好，同样的形容，好，他又在形容她，可见这个女子啊，这个老婆好的外貌都没有改变，但是这个眼神呢，跟之前对两眼相对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好，第6节继续说，你的牙齿如新剪的毛，像刚刚洗刷干净的绵羊一样白，成双成对的排列，一颗都不缺少。好，4章1到3节，你的面纱后面的双颊泛红，像裂开两半的石榴。都跟前面第4章，在结婚的时候，洞房花烛夜都是一样的，只是现在哪里不一样呢？你的眼睛使我慌乱了。好，所以这个有一点好，我们可以看到的线索。好，再来第8节，君王有60王后，80妃嫔，有无数的宫女，但我只爱一人啊。好，所以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如果这个新郎就是这个君王，因为这个君王好里面有提到的名字是所罗门王，那60王后，80妃嫔，好，那当然跟后面好这个
圣经说到他有300王后700妃宾，还差很多。可见呢，这个60、80也应该就是在婚后没有多久，或是说之前就有。但是如果我们读雅各的话，这感觉起来像是他们这个女子是这个王的这个的最爱，或是他的这个初爱，第一个。但是现在呢，不知不觉，哎，突然就有60个皇后，从一个变60个，不止60个王后，还有80个妃嫔加入，甚至自己都算不清楚的宫女都加入在这个花园的这个当中，所以这个良人一天到晚去不同的花园真的是很忙。那第9节这个男子呢，继续唱。但我只爱一人，他像鸽子般可爱，他是他母亲的独一宝贝，是母亲钟爱的孩子。那这也回到了第一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5章1节之后，雅各都是对称的，所以这里也会让我们回去看到第一章，他的母亲提到他的母亲，提到他的这个哥哥们，就是他可能是家里面唯一的独女。那女子见到这个老婆，就是这个女子呢，都称赞她，王后妃嫔也称赞她，就是王后是前面这60个王后，80个妃嫔也自己知道比不过这个原配原配。那但是呢，为什么这个原配第一名这个王还是要爱其他的人呢？那这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问题，但是里面似乎不是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他继续要唱他的歌，第10节，那顾盼如晨曦的是谁呢？顾盼如晨曦，就是每天在看日出，每天在看日出，就是夜夜在独守空闺就是每个晚上都等不到老公回来的，是谁呢？这个女人呢，明艳照人，像月亮一样秀丽，像太阳一样光明，像凌厉的军旗一样的耀眼。好，这个军旗耀眼在刚刚的第4节提到，现在又在提到，所以又回到当下的情境了。好，那所以呢，接下来这个这个男子呢，回来见到老婆，还是说我的老婆还是跟刚结婚的时候一样的漂亮，对他还是一样的让他动心，即便他不知道去外面的几天几夜，这样子多久没有回来，上一章里面还说他回来了，可是开门的时候呢，却人就不见了，消失一样，现在又出现了，出现之后呢，现在又开始要回到新婚之夜的那个感觉来了，所以11、12节，我下到杏树园，要欣赏山谷中的幼树，葡萄树的嫩绿，石榴树的花蕊，我禁不住发抖。你使我心里渴望爱情，如赶战车上阵的勇士，等待战斗。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老公或是这个王，他现在呢又燃起了他身上的这个对老婆的这个爱，想要有跟他更亲密、更进一步的，要来观赏他的花园好，那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看最后这一节跳吧，舞吧，苏拉密的女子啊，你舞蹈吧，好让我欣赏你的芳姿。好，但是呢，这是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的一句话。好，但下面这一节的后半段是新娘的话。当我在两旁观众中舞蹈，你们为什么要望着我呢？那如果这个标注的对象没有错的话呢，那这个真的是很难去解释，为什么这个老公回来之后，现在这个老婆要跳舞呢？而且跳舞的时候还有两旁的观众呢？那我们先来看这13节，第一个让我们知道这个女主角有一个代号，叫做苏拉密的女子。那苏拉密呢？好，在雅各这里第一次出现到第6章这里才出现。那苏拉密有人认为是这个女孩子的名字，也有人认为是一个地名。好，那因为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出现，但是苏拉密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呢是指平安。那所罗门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平安所以所罗门这个是一个阳性的用法。如果把所罗门变成阴性的称呼的时候呢，就是变成苏拉密。
好，所以平安的女子啊，平安的女子，回来吧，回来，我们要看你。好啊，也要记得啊，这个耶路撒冷，好，它的意思也是平安的意思啊。所以，这有好几个这个双关语哦，啊，在这个地方，好，让我们后人在读的时候，这首如果雅歌是所罗门写的时候，他在写这雅歌，他留下了很多的伏笔、双关语，好，留下很多模糊的空间，好，让人呢做不清头绪啊，好，那这是读雅歌有趣的地方，好，那但是呢，为什么要观望着我呢？那这个问题呢，可能要进入到第7章，我们才能够再继续的来寻找答案。但是第7章呢，还是跟今天是同一首歌，从6章4节之后到8章的第4节，好，这都是同样的雅歌的第5首歌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从雅歌书的第6章看见一个女子在等待的丈夫，即便丈夫不知往哪里去，但是她仍然坚定的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有时候我们看见在婚姻当中，或是说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有许多的试探，或是有许多的试炼。但是求上帝让我们在婚姻当中能够坚定于你，如同你爱我们一样，是一种阿嘎佩的爱，是一个神圣的爱，是一个超越情欲、超越肉体的爱。主啊，我们也求你再次赐福在所有的婚姻当中的夫妇或是弟兄和姐妹们。都能够在婚姻当中来察觉、体验、活出神所喜悦的婚姻也祝福还未进入婚姻或是失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不在婚姻当中，但是我们依然把婚姻当作是神圣，当作是神的祝福和礼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我们明天见。